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6月11號星期四，講下香港樓市而家出現一個怪現象。過去幾個月，市場嘅焦點一直都放喺成交回升啦，一手盤銷售改善，撤辣之後買家重新入市呢啲利好消息，甚至乎地產商、地產代理咧都高呼最壞時間已經過去啦。部分大行外資嘅大行咧研究嘅報告，亦都不斷上調呢個香港樓價嘅預測，好似調升得慢就會執輸咁。而家部分講緊估計今年樓價升1成嘅預測咧，都已經被形容咧係保守㗎啦。部分估計係升1成半。中原集團司老闆施永青咧更加預計係升2成添。但係當市場沉醉喺一個樓市回升論之際咧，有一組數據咧值得同大家分享，我認為都係一個警號。呢個係銀主盤嘅數目咧開始逆市增加。當然呢個數字仍然都係偏低嘅，講緊300幾個、400個唔夠。表面上同2003年沙士之後同埋08年金融海嘯咧，往往動輒有數千個嘅銀主盤比較咧，仍然都係溫和比較偏低嘅。但係值得關注嘅唔係單單銀主盤本身嘅數字，而係背後發出嘅一個警號。我哋見到近期市場咧接連出現一啲買入唔夠3年就遭接管嘅住宅個案，甚至連發展商持有嘅豪宅項目、大型嘅土地儲備，以至商廈項目相繼淪為銀主盤。呢個反映嘅唔係單單業主本身嘅財務失誤，而係銀行喺處理呢個問題貸款上嘅態度正係出現一個根本性嘅轉變。今集用呢啲數據同大家拆解一下。個幾兩個月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啦。銀行面對住雖然而家話樓價回暖啦，但係部分嘅商業物業項目，以至好多啲持有物業嘅發展商財團都陷入持續嘅財困。呢個銀行開始唔再手軟啦，包括增聘呢啲收數隊嘅員工數字啦，甚至喺呢個物業嗰個回收嗰個狀態上亦都變得係更加積極。呢個背後同呢啲銀行本身嘅取態係有絕大嘅關係㗎。過去幾年住宅樓價累計跌接近3成，寫字樓、商鋪物業嘅價格更加係由高峰蒸發5、6成、7成以上比比皆是。喺樓市下跌調整嘅初期銀行普遍都係採取一個所謂拖得就拖嘅策略啦。原因好簡單，銀行唔想將啲客戶係逼上絕路。一旦大量嘅物業被接管唔單止意味住貸款正式變成壞賬啦，更加可能因為銀主盤大量湧現進一步打擊呢個市場信心，引發估值下跌。銀行持有嘅抵押品會大幅貶值，而引發更多嘅貸款違約，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因此過去幾年即使部分投資者出現財務問題啲銀行普遍都願意係展開個展期啦，重組貸款啦，還息不還本啦，甚至容許借款人自行出售物業。當然背後仲有個理由啦，就係香港嘅財金官員，包括呢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至金管局總裁余偉文亦都不斷透過呢個所謂窗口指導用一個口頭干預係要求銀行係盡量支持呢啲貸款人，唔好出現一個連環貸款爆煲嘅狀態。呢個都俾咗銀行一個無形嘅壓力。部分銀行甚至諗無可諗啦，譬如東亞亦都自行收購咗其中一個貸款人，所謂政協商人陳洪天喺山頂嘅物業，由呢個債主變成一個業主。另外譬如集友銀行亦都買入一個叫明大企業嘅集團大廈，亦都同樣嘅情況，由債主變業主。表面上係收購物業，實際上似乎係幫銀行自己爭取更多時間啦，避免立即係確認呢個巨額嘅虧損。但係踏入2026年我哋見到嘅狀況似乎有一個幾微妙嘅轉變。雖然話樓市回穩見底係反彈，
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多家大型銀行近日咧都增聘咗一啲所謂特殊資產管理嘅團隊，係負責處理呢啲問題貸款同不良資產。除咗係之前不斷有講嘅東亞同恒生之外咧，甚至乎匯豐以至係一直認為個資產質素比較穩健嘅中銀香港咧，都需要係做呢個貸款收數隊啦，係增聘人手呢個動作。換言之，銀行已經由過去咧協助客戶過渡難關咧，轉為咧係盡快收回本金。呢個其實引發嗰個連鎖效應咧係好值得關注㗎。你諗下，如果你係銀行嘅高層，當你過去一直用一個所謂支持客戶嘅態度，盡量去還息唔還本啦，延長個貸款期啦。咁但係你見到隔離銀行開始咧係增聘人手，加快咧係處理呢啲不良資產問題貸款，甚至乎咧將物業接管變成銀主盤嘅狀態。你自己作為銀行高層，你會點做呢？如果你再唔做呢個收回問題貸款，將物業變成自己銀主去處理呢，好可能你發出嘅貸款呢，最終可能更加快咧變得血本無歸。咁相信呢個呢，先係銀主盤近日開始個趨勢增加呢，值得關注嘅地方。有幾個個案呢，包括譬如北角嘅盈品呢，我覺得都幾具代表性㗎。喺24年4月以1590萬買入呢個單位，創下呢個屋苑歷史第二高嘅紀錄啦。銀行即使係呢個樓價回落，呢按揭成數大概6-7成啦，未必都會即時採取行動嘅。咁但係唔夠2年啦，呢個北角盈品嘅單位已經被接管啦。其他好似係愉景灣美孚新村呢，亦都有類似嘅情況。譬如愉景灣嘅業主咧，係2024年以650萬買入單位㗎，比上一手業主22年買入價已經低咗1/6啦，反映咧唔係一個高位接貨嘅狀態。咁但係會見到嘅情況係咧，即使呢啲業主如果成功撈底，但係咧如果本身財務出現問題啦，現金流出事嘅話咧，銀行仍然會第一時間唔手軟，將物業咧係變成銀主盤。當呢啲個案開始陸續增加嘅時候咧，市場關心嘅已經唔係單單話香港整體經濟有幾反彈，係有幾有動力，以至樓市係有幾咁靚啦，而係咧呢啲隱藏壓力咧，其實未完全浮現。而更值得關注係銀主嘅問題已經唔係再局限喺個別住宅嘅業主啊。最近有幾宗大型嘅個案呢，都顯示銀行嘅收數行動呢，正係向企業嘅層面蔓延。最轟動嘅莫過於由路徑前主席單偉豹持有嘅九龍塘喇沙利道豪宅項目。呢個項目呢，其實封塵已經係超過10年㗎啦，多次推售招標亦都失敗，期間不斷呢係改變銷售策略。原本今年呢6月係會重新招標㗎，亦都咧已經上載咗樓書喺銷監局嘅網頁已經見到㗎啦。咁但係最新傳媒報道啦，呢個項目單偉豹持有嘅喇沙利道項目呢，突然被匯豐銀行叫停，並且宣布呢所有嘅出售安排改由銀行接管。呢個已經正式等同呢個項目淪為銀主盤啦。除咗豪宅項目，另一邊呢，譬如一啲係大型嘅土地儲備，包括呢個內房綠景地產持有嘅流浮山高多達咧73萬方尺嘅土地呢，亦都被銀行接管。佢由2015年買入價7億1，而家銀主嘅叫價呢，只係得返5億5，帳面呢係蒸發咗2成2。換言之，持貨10年啊、11年啊，仍然呢都係要錄得巨額嘅虧損。咁另外咧，包括呢個早前興生嘅呢個樂豐地產嘅創辦人，佢哋持有嘅一個大角咀 One Bedford Place 咧，亦都被東亞銀行接管。最近呢，大約以7億2千萬呢係賣俾一個新加坡嘅財團，而成個項目嘅總投資額呢，其實估計接近15億。換言之，成交唔夠成本嘅一半。相信呢，東亞銀行喺呢個貸款項目上呢，亦都要錄得一個巨額嘅撇賬。而樂豐持有嘅另一個Two Bedford Place 呢，就亦都係被
呢個恒生銀行接管咗。你見到呢啲銀行願意用一個咁巨大嘅折讓出售呢啲項目呢，背後理由只有一個，佢哋已經唔再相信呢等待可以換嚟呢更高嘅價錢，反而嘅擔心係呢，如果再遲啲唔賣嘅話，銀主盤繼續喺市場湧現嘅話，變成呢係你爭我奪，價格呢反而係咁樣構成一個壓力。換言之咧，其實而家樓市開始回升，成交增加之際咧，反而係呢啲銀主盤咧係最適當嘅一個放貨嘅時機，因為喺市場最悲觀嘅時候咧，銀行反而唔願意出售啊，因為根本都冇買家，你擺出嚟掛牌都其實根本冇用。過去2年我哋見到好多啲情況，但係而家設立之後成交增加，投資者開始重返市場啦。部分新盤亦都錄得理想嘅銷售，而家個市場氣氛改善，有買家願意出價啦。呢個正好俾銀行咧難得一個出貨嘅窗口。從銀行嘅角度睇呢，而家出售銀主盤有幾個好處㗎。一來可以提高咧成交機會，避免呢個樓價再次下跌，亦都可以咧盡快咧係釋放資本，同埋降低呢個貸款不良比率。因為始終呢銀行本身無論上市唔上市都好啦，都要向自己嘅股東，包括係小股東甚至大股東咧，都要負責㗎。如果你個不良貸款率持續攀升嘅話呢，無疑亦都對銀行嘅管理層呢係構成壓力。當然好多人會話300幾個銀主盤400個都唔夠，而家樓市咁暢旺，即係影響有幾大啊？咁但係個問題係由早前開始呢個銀行處理問題貸款唔再手軟啦，都出過好幾次片同大家講，呢個銀行政策一旦改變呢，引發嗰個連鎖效應呢，其實對好多投資者、財團、地產商嚟講呢，都係已經陷入一個所謂最絕望嘅一個狀態。如果銀行開始要求補倉、提前還款、加快處置呢啲抵押品，情況就完全唔同。特別咧對商廈、商鋪嘅市場嚟講呢，更加係可能形成呢一個最後嘅一根稻草。當然支持樓市樂觀嘅人會話呢，而家開始見到內地資金持續流入香港嘅2025年，以內地買家姓名譯音買樓嘅佔咗整體樓市成交1/4，甚至乎係新盤嚟講3-4成，個別一啲受歡迎嘅區域呢，更加係可能講緊7成以上。咁但係呢個因素呢，正正呢2個星期都不斷同大家講，內地開始咧對呢啲所謂不法資金流入咧開始落閘。呢個其實唔單止係對股票市場啦，我哋見到恒指已經7年跌啦，一度跌穿埋24,000添。咁對樓市以至係之前分享過啲保險市場咧，亦都係會帶嚟咧好大嘅影響㗎。而對貸款人嚟講，因為呢個銀行呢個利率開始有機會喺2026年年底加息啦，呢個對成個市場個影響呢，會係相當之深遠㗎。我之前舊年年底同大家分享，我估計2026年香港樓價可能會反彈大約5%。咁今年第一季呢個數字已經達標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好多坊間嘅分析都估計今年最少升多1成、1成半，甚至2成。咁但係由呢啲因素睇到，我哋之前估計好大樓市流入嘅資金來源呢，都係嚟自呢啲內地資金。而家內地開始落閘，咁加上呢銀行開始收數唔再手軟呢，其實都會對下半年香港整體樓價呢構成一個不明朗潛在嘅一個壓力。咁好大機會呢，我自己相信呢，喺樓價喺2026年嘅今日呢，已經見咗今年嘅高位㗎啦。未來一段時間呢，橫行嘅機會呢係會比較大。呢個大家作為無論買家投資者呢，我覺得自己都需要作出自己嘅判斷㗎。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希望大家鍾意我分享嘅內容啦。未訂閱嘅朋友可以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我哋聽日再會。